看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黄文琪。新闻一开始带您来关心台湾民众党在上个月底找来了罢免黄国昌团体的安定力量前立委候选人李国宪担任新北市党部副主委。而究竟民众党这么做实现了哪些政党的核心价值？来听独立媒体人的分析。台湾民众党呢，之前新成立的新北市党部。他们找来前安定力量的立委参选人李国宪担任副主委。那安定力量创办人刚好他是之前主导罢免前立委黄国昌的孙继正。那由于他后来成立了一个保守的反同政党安定力量，那孙继正本身又过去因为罢免黄国昌的关系，那引发一些争议。那事实上，民众党他们的秘书长谢立功呢，过去他在国民党也是力挺所谓爱家公投。那他身兼民众党的新北市党部主委，又找来过去反同的安定力量的参选人李国宪担任副主委。那其实基本上几乎是一个过去反同阵营的借壳商，是寄生在另外一个政党。那更有媒体在近日报道指出说，谢立功除了找安定力量的李国宪以外呢，过去主导罢免黄国昌的孙继正也有意披上白袍，那代表民众党来参选。那然而这样号称进步价值的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他面对这样子的质疑，他回应却是加分比扣分多就好。那其实民众党他们去年参与了同志大游行，那如今又跟安定力量这样直接的结合，那这跟民众党过去拿着彩虹旗上街支持同志的画面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讽刺的对比。那当初被孙继正发动罢免的黄国昌，他所属的政党时代力量呢，那现任立委王婉玉就跳出来质疑说，民众党如果这样沦落到跟反同势力合流在一起，其实是背离了性别平等的价值。但是呢，王婉玉她的发文不但遭到了网友的出征，那民众党他除了自称说他们是共融社会，要接纳不同声音以外，更反批王婉玉是在进行思想审查。那其实无论黄国昌他过去的争议，或者是在政坛怎么样的树敌，但是2017年罢免黄国昌的行动呢，其实是一场充满谎言，而且是一个宗教干预政治的行动。那当初罢昌团体他们用所谓爸妈不见了，或者是时代力量要推动毒品合法化这样子的不实内容来宣传。那期间更发生了他们伪装选委会打电话请支持者投下同意票这样子的荒谬的事件。那这些内容后来在他们成立安定力量之后，并没有收敛，还是用同样的方式在宣传。那这一次王婉玉所受到的攻击呢，其实却有人是一面认为他们是支持所谓进步的第三势力，那一面却为这样子行为的政党为是，那反过来批评王婉玉的一些质疑，其实是令人感到错乱的。那这一位引发争议的民众党部的副主委李国宪，他不只是反同的争议而已。在2019年的时候，行政院当初因为太阳花的国赔案，那法院判决之后呢，李国宪就他跟着警察的团体，那带着自己参选的旗帜，那一起去围攻行政院，那自称要讨回尊严。那当初挟着太阳花学运而起这样子的柯文哲旋风，那也造就了他连任两届的台北市长。那他继续使用这样所谓白色力量的符码，但是却跟这样子的力量合流。那其实两者对照之下也是十分讽刺。那更加讽刺的是李国宪和孙继正本人，他面对这些质疑的回应，李国宪他除了是继续复制反同人士他们万年的说辞，就是所谓的我也有几个同志朋友，来为他过去做出这些反同的联署和言行来辩护。那孙继正更是继续污指说王婉玉他们要强力推动所谓国小自卫、国中教变性手术、高中生教多批解放，然后批评时代力量是一个所谓渣党，不值得尊重。那不晓得民众党面对这样子的言论，是否还认为说要跟他们共荣，或者是批评者都是思想审查呢？那柯文哲又是否认为这样子的声音引进党内是加分多于扣分呢？
那面对这些对于性少数的充满仇恨的势力，当2017年反同团体他们罢免黄国昌，到2018年推动所谓的爱家公投案，那过程中歧视、伤害同志、撕裂社会，这样子的推手不需要做任何的交代，也看不出他们的立场有任何的转变，那突然就可以摇身一变，变成所谓认同共荣社会这样子的政党核心价值。那所展现出来的，其实正是台湾民众党是一个缺乏核心价值理念的政党。29岁的前10名模姚蜜离开待了7年的经纪公司，转战美容业、咖啡业行销公关。今年1月又接触商务平台开发，开启了身兼3样副业的斜杠人生。为什么一口气挑战众多领域？来听听他怎么说。他们说你一个人到底要忙多少事情？可是我很乐在其中，因为我觉得我只要活着，我就是要忙。Hello， 各位 Now News 的读者们朋友，大家好，我是姚蜜。促使我成长去想要转成一些类似算企业家的概念，是因为我今年的年底就要30了。那去年也看了《30而已》，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30而已》里面也是讲3个女人不同的背景故事。那其中有一个我很喜欢的角色，她就是一个女强人，一个女企业家。那其实我骨子里是很独立跟很希望成为一个女强人。那我就是开始先跟着，这是我的第一个老板 Love Man 的老板，是我的第一个老板，她也是一个女强人，她才大我1岁，但是在美容行业10年的经验里面，她也很厉害。就是对于我来说，大我1岁的人等于30岁，有房有车有店面，然后经济独立，又有自己的思想，这是我觉得应该是很多女生也向往想要成为的。Love May Spa 的话，我还要帮他们去开发不同的市场的人，这是我自己跟老板沟通的。因为很多的美容 SPA 的店家，他只收女客，因为他们是为了怕避免其他的女生客人会尴尬。但是我的想法不一样，我觉得现在这是什么时代了，男生爱漂亮也很重要，因为脸是你的门面，你第一印象深刻，就会知道说，这个人如果他有花时间整理自己，那可以大概了解他做事的方法是怎么样。最近台北有很红的一个酒吧叫 Bells， 就我会去看里面 Bells 的一些股东啊，或者是一些表演者的 IG， 我就觉得很有趣，这是我们平常生活圈不太遇到的。那我就会去开发这种，我就会发出我的邀约，说有没有兴趣来我们 Love May Spa 做个体验。让他们帮我们分享发个体验文，我们就会开创以前我们 Love May 从来没有的客人这条新的道路。那另外也会有很多的同志，他就是非常愿意花钱在自己的刀口上，因为门面很重要。再来就是同志比我们还要爱漂亮。我当时还有去邀请过一个表演者，他是男生，但他来我们店里做脸的时候，他给我穿这么高的高跟鞋。我就说你怎么还不下班啊？他就说平常就是要保持好自己啊。我就觉得很棒，就透过他们的精神，你会觉得他们这么努力，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怠慢？这家店是真的小有名气，在台北市的话就是大概前3名，我不敢说第1啊，但是前3是一定有，因为我们都约爆约满。像我曾经就是有处理过一个事件，因为那个人想要告我们店，他认为说他想要办理退费，可是我们上面的白纸黑字就是讲，你已经付完了，然后做过课程后，你想要再退费的话，就是要收取10%的手续费。这也其实不知道算不算合理，但是我们至少在合约上面写得很清楚。可是那个人就是坚持，他觉得凭什么你要收我这10%的服务费？他说那我要去告消基会，我要去告法院。那后面我也是私下，我透过朋友的关系联络到这个人。那我就去跟他1对1的沟通，后面就没事情了。就是要用智慧来行事，因为他会想要跟你讲法律，所以那时候呢，我就一直 Google 任何法律的关于美容条款，然后还有客人权益的一些条约，尤其是他明明就有签下他的名字，所以我觉得我是站得住脚的。像我朋友都说我是一个地下的时间管理大师，本人才是我，因为他们说你一个人到底要忙多少事情？可是我很乐在其中，因为我觉得我只要活着，我就是要忙，我没有办法好好在家休息。我觉得你需要我，那我很快乐，就是我快乐的泉源，我很愿意的来帮助你、协助你。我
像我每一份工作1个礼拜就是至少要花1到2天。那有时候如果我有闲下来，也都是用手机在处理事情。像 Love Max Spa 的话，我一周 Love Max Spa 的话，1周也是要花1到2天在这里。那黑沃咖啡的话比较特别，是因为我们总公司在台中，所以我1个月只要下去台中开2次会。那个平台的话呢，我们也是1周要开会1次，可是我都可以把时间调配得很完整，完全不会打到，而且我还可以有时间去录影。像我1月份的时候，我整个月都在拍戏。我也有时间拍戏，可是我还有时间去调整、协助另外的斜杠事业。你是一个讨厌休假的人，是不是？休假对于我休假来说，就是吃个美食、去按个摩、看场电影。因为你现在疫情期间你也不能出国，所以对我来说，现在吃美食跟按个摩就是最大的放手。那会不会讲几个月收入破6位数？个十百千万10万有。6位数是，毕竟我们3个加起来是一定有的。那你有时间恋爱吗？现在没有时间恋爱，对。但是如果那个人愿意，包容我的时间管理大师的话，我愿意把我的时间拨给他一部分。像我一周只能给他1天之类的，还要帮我预约，来，我现在要批行事历，你想跟我约哪一天？所以遇到追求者都先放。不会，我就会让他知道我的工作内容非常的忙碌，就是如果你可以接受，那我们可以再来进行约会的部分，了解彼此。目前生意还有几个？有人在这样算的吗？就是几个让你就是有几个可以选择啦，观察中，对，观察中，观察最长的一个大概多久？那也观察快要半年了。那也是有可能有未来有发展可能。但是因为我今年就是迈入3嘛，所以我就已经不会去很快速的展开一段新的恋情，就会觉得选择好适合自己的，可以走长久的很重要，所以我会让自己把现在的观察期拉长。小时候可能会相处个1个月，或者是认识个1个月，就觉得哇，这好像很棒哦，可以试试看。以前都是想要一个恋爱的感觉，但现在不是，我现在想要找一个谈感情的人。艺人炎亚纶担任男团选秀节目的经理人，节目结合户外实境，打造选秀版的生存游戏，最终将选出5人组成团体出道。炎亚纶受访时表示，自己将担任给予鞭子又给糖的把关者，辅助参赛者调整心态。同时，他谈到男团的相处，也默认搞小圈子是很难避免的事情。你跟男团之间也会搞小团体吗？现在是个平权的时代，你不要有刻板印象，很难避免吧？对，这个节目的内容蛮有趣的，而且我也一直都蛮想要当一个把关者。怎么说呢？因为我觉得很多人进来之前都没有搞清楚演艺圈的状态，所以你一开始就会给他们震撼教育。节目会给他们震撼教育，不需要我。我就是当一个经理人，在旁边陪伴，适时的给一点鞭子，适时的给一点糖。你舍得吗？当然舍得啊，为什么不舍？我之前就是这样被对待的。这样被对待过？开玩笑。最后选出来的会是怎么样一个形态的男团？因为这上面写全方位。对啊，因为现在也必须要有颜值担当嘛，然后还有歌唱担当。我是很难选颜值担当这件事，因为毕竟我都会把自己摆在第一位。但是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他的长才啊，比方说讲话的口才的部分，对啊。像我也想当一个安静的美男子，但是常常要在各种场合当一个口才很好的人，这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那男团生活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老实说，我没有什么太多的资格去讲这个，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住宿或什么的相处啊。但讲真的，我觉得有一段相处之后再出道是比较好的选择，相对来说，可以去适应对方的一些东西，对啊。你觉得男团之间也会搞小团体吗？女生，大家直觉女生是比较会。对。
现在是个平权的时代，你不要刻板印象。男生有的女生也会有，女生有的男生也会有，我觉得很难避免嘛。对。那你也是觉得让他们自然就存在就也没有关系，不必刻意打破这样？它存在有它存在的意义啦。当然，如果看你怎么去面对这个困境，对，跨过去就是会变得很好，对。但如果你就是想要搞破坏，那也是会被破坏。太哲理了一点，帮我开一个哲理的节目。你在夸他？带您看到台湾最大玻璃回收厂副总，也是创办人吴春池的儿子吴庭安，他带着在台湾走过一甲子的春池玻璃脱胎换骨，让老企业靠创新走过厂区危机。但许多人不知道，其实他原本是在台积电里当模式，他最后会毅然决然回家接班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带您一起来看他的故事。玻璃是新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文化，因为其实从日据时代开始，从1920年开始，日据时代就发现，新竹有细沙还有天然瓦斯，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材质。那这个材质其实某种程度上它有另外一层很深的意义，就是它可以无限的循环，因为它是从天然的细沙可以重复的溶解，然后再重新重生。这个就是比较大，然后它再一下子就会硬掉。你可以看它，对，它就是像麦芽膏一样。春池大概回收全台湾大概60%到70%的玻璃，我们一年大概回收10几万吨的玻璃。那这10几万吨的玻璃，大家可能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它是在还没有被处理的状况下的话，它就是所谓的废弃玻璃。那就算你做完回收，它也是废弃玻璃。所以春池的关键是在创造这些玻璃的第二生命。你一进来这个空间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弧顶。那这弧顶其实是所谓的窑炉，因为窑炉它必须要做弧顶才能聚热，所以其实我们空间的打造一开始就是弧顶。那这个是所谓的玻璃的气泡砖，是我们跟一个叫方以平建筑师共同合作的。里面的气泡啊，其实是用那个萝卜加到窑炉里面，然后它对萝卜加到窑炉里面产生的气泡。这个产业其实在新竹是非常非常有概念的，但是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可惜的点是，我们那时候在做非常多的玻璃制造的时候，没有想到源头的设计，所以这源头的设计通常会是欧美或日本，所以那时候就会变成欧美下单给我们去做，然后做了再外销出口，那我们就会变成只是一个制作或者制造工艺的过程。但是这个源头的设计如果能开创出这个价值的话，它就会变得很好，是因为如果你从源头就可以开始把设计和制造连接在一起，那我们就可能会有品牌。所以这件事情我也觉得是很多的台湾的产业比较缺乏的。所以有一次我回那个我们老家吃饭的时候，那我会看到我父亲，其实那时候应该65岁左右吧。然后他那时候65岁的时候，其实还非常非常的辛苦。那时候他还就是吃晚餐的时候，我还记得他就是好像忘记是水果还是什么掉在地上，然后弯下去腰去捡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啊，他的年纪真的大了。那如果我在台积电继续做，当然也可以，我觉得也很好。但是某种程度上，你会觉得说，哎，其实你没有帮忙到你的家人太多。我觉得二代接班是很多传统的思维逻辑。那我觉得，因为我前一份工作在台积电嘛，就是台积电没有在分什么，就是如果你有关系就可以成功这样。他就是做事，就是你做事做出你的 credit 就可以，大家就会信任你。举个例子，像我的身份，
就算我可能是我父亲的儿子，但是你回到公司，如果你做出来的东西是没有成绩的，我觉得也没有人会信任你。我大概3年半。那我的部门比较特殊，它是一个蛮特殊的部门，应该只有台积电这种公司会有。它有点像是整个公司里面的幕僚单位，就像比如说三国时代，可能你会看到刘备，你会看到曹操，他一定会有谋士。我们那个单位很像谋士，我们就会去看说，台积电未来要做新的发展的时候，可能需要评估多少的产能、资本支出、人力，然后我们应该要朝哪种科技或哪个方向去走啊？因为做事的方法其实是一个企业管理很重要的过程，就是它有点像 DNA， 你怎么公司怎么做，然后大家其实大概都会朝那个方向去做。因为台积电其实也不算只是台湾最厉害，它应该算是世界级的公司。那你就会看到这个世界级的公司怎么把自己推向世界级的过程。那这个玻璃砖其实就是我们用玻璃的压制的成型去做的，所以其实不管是地板啊，或者是这个，都是我们考量说用回收或者是用玻璃的材料再去做出来的特色。环境永续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概念，不管是循环经济或永续，它是一个 mindset， 就是当你能想到所谓你做的事情能对环境或者对社会，还有我们所有的个人是好的事情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好的滚动。很多人会以为循环就是回收，但是回收其实只是其中一个点而已。怎么样能创造一般消费者或者一般的人有感受的循环经济才是重点。W40计划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过程，因为它考虑到源头的设计，还考虑到回收，然后考虑到处理，最后变成作品之后再回归到通路，这整件事是一个完整的闭环的循环，让世界去看到用不同的角度来看到台湾在做永续的一些创新的方法。以上是今天的今天新闻报，我是主播黄文琪，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